后来继续要来看云林县的水林乡番薯真出名。一般来种番薯拢是用人工来种，不过在地有一个农民苏家益，伊是为日本引进到自动的种番薯的机器，这个种作的速度比人工近2倍半，要来解决到欠工的问题。 机器当咧种番薯在水林乡的在地农民苏家益，除了建立真有名的番薯品牌，去年自日本引进自动种番薯的机器，希望会使减轻农村人口老化的问题。经过1年的试验，感觉收成袂歹。对这个机械来讲，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啦。因为去年第一批试种的情况之下，它的产量基本上也不输我们人力种的一个地瓜，它的整个速度会比较稳定，而且它的深度会比较一致。 它每一株的株距大概是在18到20公分左右利用机械种番薯，除了会使确保种的深度拢一致，阁会使日夜拢种，速度是人工的2.5倍。不过目前苏家益还当咧熟悉自动种番薯的机器。 这是我目前慢慢在克服的一个部分呢，要把所谓的一个地瓜苗把它标准化，让机械可以每一株都很精准的把它种在我们土里面。它确实还是要用机械来代替一些人力的部分哦，才办法达到所谓的一个让我们的农村更活化了哈，让青年可以回流回来我们乡下的地方。 水林的地理环境真适合种番薯，种出来番薯真好食。水林上出名的嘛是番薯，一般番薯拢是用人工的方式来种。不过因为农村的人口老化和流失问题，希望开发出新的方式，带动地方的农产。